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篇文章这个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这个标题也很有意思，叫帝国财政崩溃的不可逆。这个文章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叫孟买村，这个如何治理这个孟买村，不同的治理形式导致这个孟买村它的这个财政崩溃，而且这个崩溃是不可逆的，而且这个崩溃是必然会发生，是叫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一起看一看他这文章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假设有个村庄叫孟买村，这显然一说就是印度嘛，对吧？印度的首都孟买，不是首都就是印度的经济首都也是印度最繁华的城市。以孟买为例就是村子里面有两类人，一部分呢是依靠税收生存的村官就是有一套官僚体系，他们是实力者；另一部分呢是从事生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缴纳税赋，是生产者。一般的村庄都是这样。这个孟买村它在乱世中就被流寇给控制住了。那么流寇执掌这个村子呢，他就不会规划太长远，因为下一个月他可能就被别人打跑了，这个村子就不是他的了。所以这个流寇的利益最大化，是尽力盘剥后逃离。这个有点像非洲那些政权不稳定的那些小国今天上来一个军阀当总统，那这个总统收税就收到鹅城收到99年以后了就这意思。他为什么要收到99年以后呢？因为明年说不定他就被政变他就下台了，他考虑不到太长远，而且他现在就要钱。但是稳定的实力者集团，就是这个他下面的官僚体系那他们肯定是希望要稳定，对吧？要长久的实力嘛，既得利益者，所以他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是适度掠夺，保护财富增长，来确保长期获益。这个说不好听的，就是在这个割韭菜根和能让韭菜还能长出来一倍后面还能接着割，这个中间找平衡点。就是你是一下把根全连根都斩掉呢，还是说还留点根，还留多少根？那么这个稳定的实力集团他们会考虑这样的问题。那么稳定的孟买村这个实力者集团，它又分两种类型，也就是他们治理这个村庄会有两个模型一种是由12位婆罗门贵族共和，另一种呢是单一的婆罗门建主专断这个就是所谓的集权这个孟买村所经历的故事，常常是12位婆罗门形成的贪腐默契，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并且相互监督，集体决策换一种通俗的话说就是12龙治水，12位婆罗门嘛，12条龙。而建主专断呢，往往是道德自负者，试图彻底消灭贪腐，抹杀12位旧贵族，但却往往适得其反。为什么适得其反呢？文章说他说其核心的问题是决策质量断崖式下滑。如果每个人独立判断的正确率大于50%，那么参与决策的人越多，整体正确率越高，这是集体智慧的力量。如果所有人依附同一个人，失去独立判断，那么正确率会退化到这个建主个人的水平，就是一切都依赖于这个建主个人的见识和水平和判断。而婆罗门的贵族阶层一个人解决不了庞大的孟买村千头万绪的事务，也监督不了婆罗门、刹帝利等各大贵族阶层的行为。对于道德自负的婆罗门集权者也就是那个建主忠诚大于能力忠诚不绝对，那就是绝对不忠诚。另外所谓的这个能力那也是孟买这个建主也就是这个集权者，他的见识能力决定了他喜欢的有能力者，只是他主观认为的有能力，这个有没有能力也是他的一个标准，是他的运人标准对比12位婆罗门共和而言，建主制度决策质量和管理能力是彻底下滑。孟买旧贵族贪腐虽然存在，但却相互监督，集体决策，那么这个就拥有了一个稳定发展加稳定贪腐的这么一个结构。而一元化的就是集权的这种婆罗门建主唯一能做到的只是短暂的前期的腐化现象改善，却无法避免各种决策失误和无能，因为决策质量下滑，其结果是丧失发展加失去的贪腐，也就是不仅把发展的机会丧失了，而且贪腐也更加严重，更
更加这个叫无序。那文章就说了啊，为什么说腐化现象改善只是暂时的？因为啊，婆罗门新贵族的诞生会形成新的腐败中心。这文章就说了啊，他说很可惜啊，孟买村新的贪腐结构不可抑制，也就是原来的这个12个婆罗门这种制度啊，大家好歹相互之间还有制约，还有一个监督。那么这个新的贪腐结构啊，它没有相互制约，也没有监督，它只有上面一个建主啊，也就是一个集权。在过去的旧贵族共和中，任由其他贵族序列在监督，新的婆罗门贵族们没有监督者，他们唯一的监督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建主。可惜，对吧？建主他就是有3头6臂，那也只有3个头6个胳膊，那他能盯住多少人呢？他盯不住成千上万的实力者。婆罗门新贵族体系建成以后啊，会运动，就是生成一种混乱的、不确定的运动式反腐。它不仅牺牲了决策质量与稳定发展问题，而且无法彻底解决腐化问题。最终，婆罗门建主会发现无可用之人，更无可信之人，就是人人都要害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大家就会发现孟买村呢，这个腐败啊、贪腐越抓越多。前2年的红人，突然今年又垮台了，今年的红人过2年又垮台了，这个戏码就不断的重复，以至于啊，孟买村的村民都已经看疲劳了。这个建主啊，刚开始反腐的时候，那孟买村的村民还是非常拥护，对吧？非常开心。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就逐渐麻木，因为旧的这些贪腐的人、这些贵族啊、这些腐败的人打倒之后啊，迅速会被别人取代。这个文章说啊，财政问题的不可逆转的崩溃，说婆罗门贵族管理的实力集团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一是随着时间推移上位的婆罗门无法抑制实力者的失控；二是实力阶层膨胀下无法阻挡生产者越发贫穷和生育欲望的下降，也就是人口断崖式下跌。实力阶层这个欲望啊不断的膨胀，更加贪婪，更加搜刮。那生产者那只能是越来越穷，越来越穷，然后他们没有生育的愿望。实力阶层有膨胀性，一是与时间成正相关，统治持续越久，其规模越大；二是纵向膨胀，顶级实力者要用到200万斤，征收结果最终必然会超过400万斤，也就是还有200万斤是中间是各个阶层瓜分掉了，最后到顶级建筑那儿只剩下200万斤，那他底层劳动者承担的是400万斤黄金啊。这个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无利不起早，为道德信仰活着的人永远是少数，所以实力者集团对婆罗门贵族的忠诚是建立在优厚的待遇上。也就是说啊，那些跟着建主跟着这个集权婆罗门啊后面反腐的人，他们图什么呢？无利不起早，他们只是取而代之。孟买村的村民和知识分子纷纷涌入实力者集团，成为其一份子。那这个是为孟买的农民和村子的未来吗？一个有着优越生活才是孟买人真实的想法，没有面包谈不了理想。婆罗门专权的建筑啊，最后发现，一方面决策质量下降，导致孟买村财富增长下滑；另一方面，庞大实力集团蚕食税收而入不敷出，但是大量裁撤不可行，因为他的统治基于实力者啊，这就形成一个悖论：孟买村长的长期统治建立在村官们的忠诚，村官们的忠诚建立在有利可图。当村官们的有利可图在令危害村子的征税系统逐渐崩溃，若裁撤削减村官，他将立即失去基于忠诚的绝对权利；不裁撤削减，则只是放缓了事态，走向失去的进程。这就是咱们很多韭菜啊，总是说啊，感觉这个是道理，大家都懂，都觉得应该马上要改变，但恰恰的就是改变不了。你看啊，这个原因就在这儿，都知道困难，都知道这个就业率低，对吧？都知道不愿意生孩子，都知道房价高，但是就是解决不了。说竭泽而渔，并非婆罗门贵族想要的结果，却是这套制度不可逆转的走向的结局。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啊，想法是好的，对吧？初衷都是好的，你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建筑啊，还是12个婆罗门贵族，他没有一个人说非要把这个村子给毁掉。
你这种神经病啊，只有晋朝的时候那些司马家族，他们好像是脑子有问题，真是精神病啊！绝大部分建筑啊，包括那些12个婆罗门，他们本能上啊都是希望把这个孟买村搞好，他们在村史留名啊，这个不用怀疑啊。但是结果它一定是走向相反的结局，越来越差。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制度导致的。那要怎么办呢？这个文章啊，他最后说唯有信息透明的孟买村的这个村民大众监督，才能消灭腐败的温床。吃税收的村官，姓名、住址、财产多少都是公之于众，才是真正的监督。这是叫帝国财政崩溃的不可逆这个一个文章他试图通过孟买村给大家揭示一个这种两种制度，对吧？就是制度导致的，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结局往往是相反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咱们最近在聊的《红楼梦》，有人就说了你这个村的村民之间就是漠不关心，之间没有亲属关系，所以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各自为政，对吧？各捞各的。那我们以这个《红楼梦》这小说写的贾府为例，贾府就是孟买村。你想象一下这个贾府它有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吧？一方面是由皇帝、国家过年过节到点给贾府赏赐，对吧？祭祖的时候有赏赐，这个元旦有赏赐，而且他们还要俸禄因为他们有爵位。虽然是这个降级这个继承贾府是4王8公，那个8公他们家就占俩，宁国公、荣国公，盛极一时有将近100年的这种光荣的这种就荣华富贵的日子。那贾府为什么会衰败呢？对吧？他有大量的田庄，有财产，有珠宝，还不停的在做官。有很多人认为贾府衰败是因为抄家，那是因为对吧？你没有仔细的看《红楼梦》。实际上贾府暴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分开看宁国府他的暴雷贾敬死的时候给贾敬办那个葬礼，宁国府就已经暴雷了。那些承接贾敬办葬礼的，比如说那个供应商对吧？给他们家送那个什么大灵棚的那个幡那竹竿对吧？就是这种外包第三方跑去结账500两银子，这个贾珍没钱给，完了他要挪什么地方的银子，完了最后还要跟贾琏去借300两，也就是贾敬死的时候这个宁国府就已经暴雷了。但是恰恰是宁国府他认为他们的财政状况比荣国府要好，就是在有一年年底，这个乌庄头对吧，给这个宁国府因为这个进贡送这个租金租子然后这些年货贾珍就说了，西府压力更大，现金流更紧张。西府是什么时候暴雷的呢？就是贾母过80大寿，这个时候王夫人没有钱给贾母这个出生日贺礼，然后他跟王熙凤借，王熙凤就告诉他说，你那个这个库房里面还有4大箱子这个锡器锡做的那些什么餐具或者什么东西一直放在那没有用，不如把那个拿出去当了。王夫人一听就把那个拿出去当了200两银子还是300两给贾母，对吧？送这个贺礼。而这个王熙凤本人呢，他缺钱，他把自己的一个金的这个自鸣钟给当了600两。那后面还没过几天，贾琏又缺钱，贾琏没有办法，先是自己偷这个贾母的那些提己就是那些珍宝拿出去当，搜肠刮肚的，后来发现没有，对吧？找不到，他就让鸳鸯贾母的这个办公室主任让他把那个贾母的这个珠宝偷1箱子出来，他去抵押，等到秋天珠子收上来之后再把它赎回来。这个搞了1000两银子。后来这个事情被这个邢夫人知道了，邢夫人就敲诈贾琏，让贾琏给他找200两银子。贾琏没有钱，但是又怕这个事情，对吧，传出去不好，王熙凤没有办法，又把自己的金项链、金项圈拿出去当了200两给邢夫人。也就是说你看看这个贾府，无论是宁国府还是荣国府，实际上早就暴雷了。是不是也可以说明贾府的财政崩溃不可逆？孟买村的这个财政崩溃不可逆，那贾府呢？贾府可都是一家人一笔写不出2个贾那为什么他们的财政也不可逆呢？所谓的忠臣有血缘关系就不用，对吧？那忠臣肯定比没有血缘关系的要强得多这血缘关系就是忠臣的这个天然的一个认证皇帝只会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那是不可能传给别人你下面人对他再忠诚，他不会把皇位传给别人吧？他是传给自己儿子这是血缘吗？所以即便是贾府一笔写
写不出2个甲，他的财政崩溃也是不可逆的。实际上道理啊，跟这篇文章讲的是一样的。一个实力阶层不停的在扩大，整个贾府啊，主子那当然是实力阶层，甚至连下面的丫鬟婆子，对吧？他们是整个官僚体系，因为他们都不是生产啊，他只是服务这个几个主子，真正生产的是那些产生收入的生产者，是文章不提的。这个曹雪芹从来不写的，给贾府干活的，也就是贾府那几百亩、几千亩、上万亩土地，对吧？他承包了给谁？是贾府放出去的高利贷，对吧？谁借了他高利贷，给他支付高利贷的利息。整个贾府里面的都是啊，大大小小的实力阶层，主子是实力的，那个丫鬟、老妈子都是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每个月都有月例钱，对吧？都有工资，然后他们都可以从里面捞啊，连老妈子都，那些老妈子管厨房的，晚上会把那个厨房剩的东西拿出去卖掉，甚至有的管厨房的会透支，把下个月的那个鸡蛋都已经透支出来了，这钱已经被他花掉了。哎，虾有虾路，蛇有蛇道。如果那你不是管厨房的怎么办呢？对吧？那你会管别的，只要有钱打你手上过，那都会捞，只要你手上有东西都会捞。有的老妈子实在没办法，他就偷，对吧？偷这个小姐的这些首饰去当。迎春奶娘，对吧？就把迎春的首饰经常偷出去当了，换了钱来赌博，来加仓。这个实力阶层不停的在扩大，实力阶层的这个欲望越来越膨胀，对吧？所以贾府的这个叫入不敷出啊，进来的少，出去的就多，它就会爆雷，对吧？现金流就会断。第二个，贾府它是集权，它也没有监督，所以谁掌权都是大捞特捞。我就举2个例子啊。一个叫贾芹的，对吧？他就是因为跟贾琏好像有亲戚关系啊，没有出五福，反正贾琏叫什么周嫂子啊，他的儿子按辈分呢，应该是跟贾琏是叫叔侄关系。哎，周嫂子就跟贾琏打了招呼，我儿子啊，现在35岁失业了，找不到工作，能不能给他安排个事干？说白了就给他包个工程。哎，本来王夫人呢，贾政啊，想着是把那个贾府有24个宗教人士啊，把他们都打发了，就解散，让他们各找庙宇自己去，解除劳动合同，这样节约开支嘛。但是啊，王熙凤为了和贾琏啊，为了解决贾云有个活干，她居然把这个12个宗教人士啊，24个。都给他留下来了，把他养在那个家庙里面，说以后万一用得上。哎，这么一说，王夫人同意了，好像最后王夫人跟贾政一说，贾政也同意了，说这个办法很好。本来是要人员优化的，是要节约开支，结果啊，反而把这24个人还养在外面。养在外面都有人管呢，那就是贾芹来管。贾芹拿着王熙凤的批示到宫中，也就是到财务部门，一下就领了300两银子，哎，马上就拿出多少两给那个出纳，雇了好几辆大车啊，把这24个宗教人士一把拉走。那这每个月还给人家发工资啊，还要人吃马喝的，得多大的费用啊！这只是一个例子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贾云一看，那我跟贾琏也没有出五福啊，贾云正混得惨呢，所以他就想办法啊，先借钱买这个叫麝香冰片，一种名贵的药材啊，拿这个来贿赂王熙凤，然后通过王熙凤承包了大观园的绿化工程，对吧？然后拿着批示去财务部，一下就领了200两银子。实际上他买树苗就花了50两，再请几个人来栽一栽，你说他一共要赚多少钱？就这一笔啊，至少赚100两。关键是绿化工程是年年都要搞啊，不是说今年搞完就没了，这还每年请人修剪，冬天还要去维护啊，要不然树会冻死啊。这个元春呢，被担任贵妃以后，她不要省亲吗？省亲，贾府就要盖这个省亲别墅，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大观园。那么这个工程啊，是贾赦、贾政他们俩是总指挥，但是他们具体的不管。一个贾赦，他就喜欢跟那个找小老婆。那贾赦呢，他啊自己认为自己是读书人，这些世俗的事情不愿意管，所以具体操办就变成贾珍跟贾琏。那贾珍干的第一件是什么？马上把这最肥的一块，他要成立一个到苏州去成立一个歌舞团，对吧？欢乐族要采买12个小戏子，还有这个老师，对吧？这活给谁了呢？立马安排给自己的这个侄子叫贾强。贾强一次就领了3万两银子到苏州去采买。这个贾强啊，临走之前他要得到这个贾琏的认可，对吧？因为这么重大的事情
还得贾琏同意啊。哎，贾琏本来是不同意的啊。后来贾云求情，王熙凤一看，因为王熙凤要趁这个机会啊，把贾琏这个奶娘的2个儿子也要安排工作。这个贾琏跟王熙凤2个人啊，久别胜新婚了，2个人正在吃饭喝酒呢，结果贾琏的奶娘来了，姓赵吧，应该是叫赵嬷嬷，来就抱怨说我对吧，给你奶了你这么长时间，没功劳也苦劳，我那2个儿子啊一直不成器，没机会。因为这个赵奶娘啊，她就听说了要造大观园，因为这个早就传开了啊，一看这机会来了，造大观园这么多大的一个工程呢啊，对这个贾府来说，那不亚于是建水电站呢，这么大一工程，对吧？那是贾琏在里面管呢，那我作为贾琏的奶娘，我还不得承包一个工程啊？所以他提前来打预防针啊，拜托他来拜托王熙凤，他说我跟贾琏说了好多回没用，把我2个儿子给找个事干干。所以王熙凤就见缝插针啊，把这个奶娘的2个儿子给他安插到这个贾强的去苏州筹办这个欢乐组的这个工程里面。结果这个贾强啊，还是这个贾蓉啊，跟这个贾琏说，你缺什么你给我列个单子，我啊去苏州帮你买。那贾琏就批评他，你啥对吧，你刚上手你就开始搞这一套，你看看啊，这都是贾府啊，对吧，这都是一家人呐，都是贾府自己的钱呐，主子和下面的人都知道，对吧？王熙凤和贾琏他本人就是掌权的人，而且他也心知肚明这种腐败，但是乐在其中。他有人会制止这事吗？说要反腐败也反啊，有什么用啊？贾府最高的掌权者贾母对这一切心知肚明，洞若观火，但是无能为力。他难道不知道鸳鸯把他的宝贝拿出去叫贾琏给当了？他都知道，甚至是他默许的。他也知道啊，他们家这些人家下人、丫鬟、老妈子、小厮喝酒赌博，他也是无能为力啊。就按理来说，这都是贾家的财产，你不至于这么整啊。他们傻是吗？大家还记得吧？应该第58回，这个探春李家，也就是贾府曾经啊出现过一个忠信，也就是这个王熙凤生病了，王夫人就安排探春、宝钗、李纨3个人暂时李家。哎，这3个人呢，准备要让贾府再次伟大，所以他们叫信力除弊，把王熙凤在任的时候那些腐败啊、那些弊端呢，全部给整治纠正，然后在大观园里面搞试点，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解放了思想啊，进行动员。这个啊，取得了大观园那些老妈子、那些丫鬟的一致拥护。联产承包责任制嘛，多劳多得嘛，完了大观园还这个财政还有盈余，但实际上最后这是无疾而终。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根本上改变贾府的这个制度，对吧？你只是在贾府里面的大观园里面搞了一块试验田，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反而把矛盾还激化了，加速了贾府的衰亡。哎，这个都是曹雪芹300年前写的《红楼梦》里面的啊，所以你看啊，跟这篇文章啊，对吧？你仔细细去想，道理都是相通的。最后得出的结论呢，无非就是说要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之下，道理都懂啊，但是你要做到太难。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